去年台东关山的有机农场，这猪仔去得着乌龟病，造成真大损失。农委会和中兴大学合作，利用生物防治、放乌腔菌，也个放乌卵芳这两种方式来对抗一寡乌龟仔。这效果是真好，今年产量也已经回来了。台东的关山是出好米，当地有机的猪仔田，去年早冬的猪仔出现上要食的臭菜牛仔，害猪仔因为乌龟仔病全死了，收生存一成。因为是有机农场，袂使用烧猪仔方式来处理，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农委会和中兴大学做伙研发出防治乌龟仔病的方式，效果是真好，当面的产量已经恢复稳定。在111年2期的时候，产量最惨的农民甚至收成不到1成。在黑将军以及黑卵蜂的防治之下，那我们的产量在112年1期做的时候有显著的回升，已经来到了正常的水准。农委会和中兴大学是找出乌腔菌和放乌卵蜂这两种方式来对付乌龟病。台东的农改场是建议农民用这两种方式来减少臭菜牛仔对猪仔的损害。不要太早插秧，因为早插秧的话，这个到黑春象它就会很快的就进入田区去做繁殖。第二个呢，在3月到8月的时候呢，我们施用这个黑将菌来做防治。那黑将菌呢，施用以后呢，这个黑春象呢会被感染，它就会死亡。乌龟病是台湾早期种水猪仔的主要害虫之一，用化学农药了后减少啊。不过最近咧推广有机的种植，当地下米工厂的组长是表示，政府推动有机的产业，虫害是一定会继续发生。加在有找到真菌甲天敌，用生物防治的方式，让有机的路会当继续行落去。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